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龙。今天发生了一件事，也不知道是该开心呢还是不该开心呢。因为呢，前段时间，今年3、4月份的时候呢，我借了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一笔钱，大概有5万块钱吧。因为他那个时候做生意呢，说缺一笔钱，特别的着急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关系也是特别的好，他也是我的发小，我们从小在一个村儿长大的。然后呢，他也是我在市里工作为数不多的好朋友。因为虽然说我们县城离这个市里其实挺近的，但是在市里工作的朋友并不是很多，所以说我们当时就经常一块玩、一块吃饭之类的，关系呢就比较铁。所以当时他说借钱的时候呢，我也没有拒绝，就直接借给他了。但是呢，这个都大半年过去了，他也没有这个还钱的意向。这不是因为要快过年了嘛，所以说前几天呢，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微信，问问他最近对吧？这个生意顺不顺利啊，或者怎么着啊？为什么这个一直没有提还钱这事儿啊？他也没有回我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看到了微信没有回呢，还是说忘记回了，还是说就没有看到呢？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。所以说今天呢，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然后给他聊了一聊，顺便呢提了一嘴这个还钱的事儿。没想到他还答应了，说今天中午就可以还我。但是呢，说我们这个挺长时间呢也没有见面了，让我中午请他吃个饭了，要还钱了嘛，请吃个饭其实也是理所应当的，毕竟人家那个借钱的时候也请我吃饭了。所以说今天中午呢就打算去请他吃一个饭，也不知道这是个好事还是又有什么套路呢？反正去了再说吧，看看他到底是愿不愿意把这个钱今天还我。凝望夜空，往日年领會心中疲累。來忘掉錯對，來懷念過去，共度患難日子總有樂趣。不相信會絕望，不感覺都長長，向你夢裏競爭，每日拼命進取，奔波風雨裏，不羈的勝與罪。所有故事像已發生於或歲月裏，風吹過已停下，將心意再還長，讓難以帶走夜潮水。來忘掉錯對，來懷念過去，共度患難日子總有樂趣。不相信會絕望，不感覺對長長，在美夢裏競爭，每日拼命進取，不波風雨裏，不羈的勝與罪。所有故事像已發生於或歲月裏，風吹過已靜下，將心意再還上，眼淚已帶走夜潮水。